现在做客慢言来了，俺们来到 OTV 吼，睇下个臭片、臭铁轨道的素材，一定而来野餐大都市的。不过今日同俺们大都市大嘴骨嘅一个来宾吼，有个菜铁的客家乡亲会讲，伊系俺们 OTV 嘅台湾职工，啊，俺们也过用很好有一摆嘅机会可以来提大嘴骨，一路系俺们菜铁嘅一个过铁配的可片的医生，系赵克黄阳章。你好，嘿，刚刚我就是跟观众朋友介绍，你知道有很多侨胞，尤其是年长一点的侨胞，伊能会讲你黑奥地利的台湾之光，真的吗？今年呢，俺的归难的哈，因为通常我们在海外访问到会很多比较年长的侨胞，那这次很难得就访问到你，而且你的行业也很特别，那我们这个节目呢，都会用一道来宾的小物来讲故事，来讲你的故事。刚才呢，马上好，录来欢迎一个这样带来嘅 T 嘅小物系嘛嘅，嘿，当然就会很有代表性呢，一个医生呢跑跑，然后这个上面有德文，这是雅海马嘅意思。这是 Krankenhaus Göttlicher Heiland， 这是我的医院，就是我在这边上班的医院。哦，你的医院，那当初我们先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样的科别，很特别，对不对？你是整形外科，可是我们通常台湾是用多位整形外科，是医美的整形。你公咩？我是做就是我们整形，包括我们的 function 跟 aesthetic 啊，我是做很多就是病人，像他们的 function， 还是他们车祸过，还是开完过刀，就是乳房癌啊，还是手断啊，还是脸面神经没有办法动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整形，恢复他们，是尽量恢复他们的原来的状况这样子。韩国你嘅专长系咩？如系头头讲颜面神经，韩国淋巴结重建，淋巴结重建，淋巴结好像哈发讲 lead， 好像是这样。对，好像我还真的有查过，就是客语有淋巴结的病变会讲或 lead， 还真的有一个客语，所以表示它其实并不罕见。对不对？这种病其实不罕见。对，不是很多病人都有，奥地利就有3万病人有淋巴水肿，然后现在全世界淋巴水肿一直每年都在增加，因为像乳房癌还是腹侧腺癌，还是子宫癌，开完刀之后，很多人都有淋巴水肿，脚的跟手的淋巴水肿。当初你农会按 T 配会选这样子的科别，因为它并不是最热门的，不是很热门。这样子的手术是在日本发明的，30年、40年前。然后我那时候专科医师，变了专科医师，整形外科专科医师，我回台湾当他们的 fellow。1年半，然后我看到他们有在开动这样子的手术，然后奥地利没有这样子的手术，我就在那边学，就淋巴结的手术，然后我就在那边学完，然后就把它带到奥地利来这样子。那一开始的从医学系，你怎么就会是选不是一般的热门的科别呢？整形外科就比较立体感。然后会让是 restore 那个 function and aesthetic， 就是 from a patient's point of view。然后这个就是每个 case 都会不一样，每个病人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是 very attractive。但每天你去工作，每个 case 都不一样，所以会就是蛮 creative 的。Plastic surgery 像 reconstructive plastic surgery 是 only discipline 在 medical field only discipline which needs creativity。其他的你觉得其他的病人比较相同吗？没有那么不同。像 general surgery 就是普通外科，appendix 就是 appendix， 然后 gastric 就是 gastric。可是我们是要 form body 的 function 跟自己的 form， 所以就不一样。还有来看我们其他方对于这样来讲，以重要的东西，里面有看到一个，这个笔记本。看起来很有质感，
底部黑机嘛，给是既跟医学相关的吗？我可以打开的吗？可以。哦，好。哦，很漂亮的笔记本，底部机。哦，感觉是个认真的学生。但是跟医学无关。有一点关。那这个是你最近的学习吗？这个是什么？我最近在学 coaching， 跟social advisor， 这个就是关于怎么样，因为我那时候碰到病人，我们帮病人动手术，动完他们不满意，所以我本人是觉得是很满意，可是病人不满意，所以我在想说，我们的就是 communication。好像有沟，可是没有通，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跟病人沟通，让他也了解我在跟他们讲什么，然后怎么样去 prep 他们的手术这样子。你可以再多说一点吗？也可以都黑，你够不够满意？股票你满意？这个对我们就会觉得，是不是也是刚刚其实有点回应到说，你刚刚说，你的科别比较 creative。因为他就不是说我胃痛治好了，或者是我一个治好，就 OK。那个不满意是什么？很多病人觉得说，我们医生他们来找医生，这个病就可以治得好。可是 sadly， 就是很多病没有办法治好的，因为是一个 chronic， 就是慢性的病像淋巴水肿，很多病人像乳房癌。动完手术，他们的癌已经治好了，就是他们没有癌细胞了。可是因为动完手术，他们淋巴腺、lymph node， 它淋巴腺都会就是被取掉，所以他们的后来过1年后还是动完手术水肿，所以那些病人会觉得说，怎么又是我呀？我的癌已经治好了，可是突然我有水肿，就是这个水肿就是因为淋巴腺已经断了。所以没有办法，这个淋巴没有办法往上面走，所以会水肿。然后他们以为说 OK， 他们这个癌治好了，然后来找我，我也可以把他们治好。可是我们有一些手术，如果他们等太久的话，这个就可以让他们意识，就是我做 surgery 会让他们意识会变好一点，可是没有办法100%。然后有一些病人。我这样子去学这个 coaching， 可以知道说怎么给他们 mental support， 然后怎么样让他们了解说他们这个病，他们要去接受这个病，就是这个 sickness， 然后这个病这个 lymphedema， 可是不需要接受这个 outcome of the lymphedema， 所以最少他们可以接受他们自己现在的状况这样子，然后陪他们去度过哇。这个医生要做的事情好多因为也唔咩迷的医生，如果你凶应该也不是每个医生都会这样想的。这个我不晓得，对，我要去查一下。但是你会看到这个，就像你刚刚说，你刚够走火呀，你刚够满意，就是你知道病人现在的状况，达到这样已经是最好了，可是病人可能不晓得要可是你在这个 life coaching 教了你什么？觉得你收获到什么？教了我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goal， 一个目标。然后有时候病人来找我的时候，他们没有目标，他们是想要 run away from 这个病所以我想要把他们的注意力转成他们的目标，问他们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来找我，我要怎么可以帮助你达到你的目标？然后这样子的 mindset 会比较 positive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刚我也个移民案的传播率有显示翻大水股降率有分享都也跟人家讲我很值得推广移民案的民间人如果不偏，其实每个人都会生病，不太可能完全不生病。刚两人睇一本医生可能时间一般就会讲你要把我治好，但是光是治好这件事，其实就我们可能真的目标不一样。古说
你学到了这些沟通技巧吗？有点算是这样。有这样算这样子。哦，这个是 NLP 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这是一种 technique 啊，一种。所以它也不是一般人可以上直接接到的，对不对？就是连接上也可以。一般人都可以上，也可以上。那我上我那个课是上2年半，然后我们一共有30个学生，我是唯一的医生。古时候迄咪算迄少数的医生会想要接触也嘅，就是少数的医生想要接触这个部分，然后增加你的能力去帮助病人。你对那个病人的关心啊，你敢不敢会马个时间快事给？就是做医生很久，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一样，如果做很久，难免会倦怠。会有一些觉得，那我是不是要继续或什么？你没有遇过这种时候吗？我没有，我觉得做医生是一个服务业。因为我们是服务病人，让他们可以就是 improve 他们的 quality of life。所以我觉得每次碰到新的病人，我觉得 very interesting，会想要去认识他们。哇，所以这个初衷都没有变过，因为你一定也遇到很多很棘手的。没有变过。没有变过。因为他们如果有些人比较 impulsive， 就是比较讲来冲动的病人，他们一定有一个 reason behind 为什么他们是这样子。如果你去了解他们的话，然后你也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刚刚迄一个有人文受用的医生哦，加还有其他几多有关这样的一个爱对伊个疑问吼，俺来聊一下，我继续来打这个好，先试下茶。我觉得奥地利的教育环境是会让一个小孩子有他们的 space 去想，然后去玩。因为我们上课大部分都是到1点就下课了，1-2点下课，然后之后就是回家做功课，功课可能一个小时1-2个小时，然后就是 free time。现在做客慢年来了，俺们今日的来宾是整形外科，伊主要是面部的神经，韩国一个你的哈你的淋巴结嘅重建的手术，非常 typical 片的一个就贴好医生啊，俺们很米张哈，他很讨厌我们叫他医生，都讲很米张的好哎，刚俺们都讲到为什么张会选这个很特别的科别，而且感觉得出你对医生。亚给使命，你是很有使命感的。什么是使命？就是很觉得它是你的 mission。yes, it's my mission。而且没有变哎，我觉得不变这件事是很困难的，因为真的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不会赌斗、非常都会困难，可是你会一直想办法去突破。然后那个突破，我感觉并不是个人上的突破，是你对人很关心，你想要帮助大家改善他们的生活，甚至生命。我相信大家也会觉得好奇，刚 John 是台湾人，那他怎么会来到奥地利的？我们如果来了解一个过头前的故事，我们用一些照片来讲故事。我看到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哇！幼稚园的时候，而且你看是曙光幼稚园哦，还写中文哦，然后会带你下个实体，这个几岁？那时候我5岁。然后5岁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还在台湾。还在台湾，对。听一种呢，如黑全家照。也个就会在奥地利。对，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就是刚到维也纳的时候，奥地利拍的照片。就是你8岁在多瑙，那时候我8岁，那我弟弟那时候。5岁，我爸爸妈妈那当初爸爸妈妈会带你们来的机缘是什么？我爸爸是那时候他是修德文，他硕士是修就是总修德文major 是德文，然后他就想找一个德文系的国家来去念他的博士，所以他就选维也纳，所以我们那时候他毕业那一年我们就来维也纳。然后就决定我们留在奥地利。
就从8岁待到现在。哦，那你8岁来到这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因为你一定德文也不会啊。我德文不会，我是8岁暑假到的，就是2年级小学毕业之后来维也纳。后来我9月开始上小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是没有降级，就直接上。然后那时候我是全校就是唯一的外国人这样子。哦，那时候其他都是当地人。哦，那个我的老师就是小学老师，他每天早上从7点半到8点，就教我1个学期每天德文。他就这样子教我，然后第2学期开始才打分数，所以我就这样跟他学到。那个时候觉得融入在地会很困难吗？那么小的你有感觉到吗？不会。然后他们很欢迎，然后也是想要去了解，因为他们亚洲人那时候不多，他们觉得也是很 interesting 来跟我认识一个外地的新朋友。对。古总，你跟他来到奥地利的童年还蛮开心的。童年开心，有一点陌生，可是开心。你这个成长过程，觉得奥地利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虽然你来的时候还很小，8岁，可能不太能比较，对不对？就是华人家庭跟奥地利，但你自己感受到的这边的教育环境，我觉得奥地利的教育环境是会让一个小孩子有他们的 space 去想，然后去玩。因为我们上课大部分都是到1点就下课了，1-2点下课，然后之后就是回家做功课，功课可能一个小时1-2个小时，然后就是 free time。对啊，他们没有补习班，没有补习班所以甚至学才艺的也不太有就是 free time 所以我觉得会有让小孩子去很多时间去自己去想，然后自己去玩，那我就去公园玩还是去维也纳森林骑脚踏车然后做很多不是跟学校没有关的，就是活动这样子，跟朋友们。感觉很快乐我是快乐刚他黑用的比如讲国中、高中、中学时期，你那时候是怎么样的小孩？你是有叛逆期的吗？叛逆期有吗？你看起来很不像。应该是没有。那你从小就是我们台湾讲学霸，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学霸。我不晓得，就是很会念书的人我成绩没有很好我成绩没有很好。我之前念书，我是不想念书的，我就想出去玩的小孩子。没有。我外婆有时候就睡午觉的时候，我就偷跑，就是她睡着，我就下午跑去玩。然后这里也是后来我就是高中第2年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有班上有超5-6位的学生，他们是就是成绩他们是从1到5去算的嘛，他们1是 very good 是 A， 然后5是 F 是 flunk，然后如果你的成绩的就是 average 是1.5，比1.5还好，就算那个是优秀学生嘛。然后我在想说，他们是优秀学生，我也可以达到，我也可以去做得到，那我才。就是最后2年，我在这变成优秀学生。你说什么时候的最后2年？就是高中最后2年，就是念大学之前。那个时候觉得，我说他们可以做到，我也可以做到，那我就开始去拼了。刚他我想讲，哪没有边做安美的优秀学生，是因为你已经有要考医学系的想法？没有。他们这边奥地利那时候考医学系，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念。成绩跟成绩没有关系对，不像台湾，不是，你是联考要到那个分数，就是每个人毕业，高中毕业就可以去念了。用神枪你申请就可以了。所以你第1年就是有几个考试在医学院，他们会就是去掉60-70%的学生。你很容易进来，很容易出去。对。古总他就会想选边做优秀学生，
啊，黑马跟想法不是觉得我要念医学系？没有跟医学院没有关系。我只想跟其他的学生拼而已，他们做得到，我也可以做得到。那什么时候觉得我想要走医学？那时候也是最后2年，我妈妈有一次生病，她病到她肾，就是她病到她没有办法站起来，后来我们叫了救护车，然后从那时候，我本来想要做mechanical engineering，就是去修车子啊，对，机械工程。哇！后来我就想，这样子。你很喜欢修东西吗？对，哦。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开始决定说，那我先去认识我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我就自己可以，说不定可以自己修，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想说 ，OK， 我先认识我身体，可以帮助我旁边的人先认识自己身体，然后我就开始决定念医学院。哇，所以你会走医学跟妈妈很有关。因为看到妈妈不会偏妈妈生病，她生病，然后她痛到她没有办法站起来，可是我不晓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那时候她就让我想要去学医学院。一个甚至可能不是说我想要把妈妈医好，因为等你念完，可能妈妈也早就好了。不过你回是对你体很好奇，然后想去认识我自己的身体。原来是这样，不然你可能是机械工程。对，有可能是。也跟医生也过去拍。那医生那么忙，尤其外科手术一动都要10个小时。那除了医学之外，提做嘛嘅呢？我哋问医生讲，你有嘛个兴趣阿妹，因为我哋先有看一个很恐怖的这个，哇，这个大家拍得到吗？我来试着，按你看，那么大一个，哇，你看到底下一个弓嘛，一个弓，所以是学射箭，然后这是你自己的对不对？通常应该不是用租的，是不是？会自己买？要自己去调，因为你的身材，我们人大小都不一样，所以等于是定做。可以这样子说，就是你要去选这些 component， 然后把它 combine together。就是它有很多很像是参数设定好，符合你自己的。对。这个兴趣什么时候开始的？差不多5年前开始的。几年？5年。5年前，为什么会有产生这个兴趣想要学？那时候就是看到我们亚洲人射箭是全世界 top 嘛，对不对？台湾啊，日本、韩国，他们都是 Olympic Games， 都是就是 Gold、Silver。对。然后那时候就看到 Olympic Games，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看。是你有好奇？我那时候看奥运有好奇，为什么亚洲人那么会射箭？你有这个好奇吗？对，让我们去试试看。那你参透了吗？为什么亚洲人很会射箭？我觉得他们是 very，就很 focus。然后也是很 calm，我觉得就是他们如果射中了也不会是太激烈，然后没有射中也是不会太激烈，就是一直 calm，就是往前面走一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所以后亚跟杀尖并不是你想要精进你的外科手术的技术，一开始不是，只是好奇。那学这个对你的职业有帮助吗？你觉得？我觉得会有帮助，因为它会让你知道怎么样去 focus 一件事情。你不是够 focus 吗？Yes， 可是 different way，然后如果你 focus， 然后你打的就是射箭射中，刚好中间，你会很高兴这样子。跟手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有一点，因为你手术也是有一个 goal， 有目标你要去achieve，然后如果你达到，靠动完手术，然后也是很高兴。韩国人做的条路，韓國需要定，對不對？其實，好，其實醫生係唔單止一個嗜好吼，我哋等下呢，我去醫生嘅一個診所看看啦，因為俺難得來咩吼，看係過後呢，俺能過來繼續打嘴鼓，過繼續韓國了解，這樣，好，沙哈茶。好，謝謝。我的老師他就跟我講說，如果你在手術碰到有問題的話，你要冷靜下來。他說你要冷靜，人家都知道說每個人要 focus，
可是你不要爆发出来，它就刚好不一样。我觉得在维也纳生活是很平安、很安全，然后很舒服。然后在艺术领域上，就是他们的 activity 很多，所以每天都有歌剧啊，有 orchestra 啊，有festivals， 所以就是这个生活很丰富。他们晚上的活动是蛮多的，有些人去听歌剧院啊，听交响会，然后也是去看 theater， 然后有些我去参加舞会。我们就是有空的话，跟朋友一起出去。工作的时候是很定，然后很专心，压力是没有，可是就是很多病人，所以我们要就是时间要安排的很刚刚好这样子。我们诊所是2019年开业的。这诊所是我弟弟，他是建筑师，他设计的，然后他想要给病人也是一个很温暖的感觉。如果进了诊所的话，让他们就是看起来诊所像家里这样子，然后让他们很舒服，可以来找医生，然后跟医生沟通。然后我们这个诊所是一个 combination， 我们有 wound manager， 然后有普通外科，然后我们一起利用这个场地，然后我们就是诊所就是看病人，给他们 consultation， 然后做一些小的手术，然后拆线，开完刀拆线，所以这个诊所也是一个 space 让病人，就是跟病人沟通，跟病人相处的地方。我在诊所里面就是一个星期2天，然后大部分就是8点开始到晚上6点。然后我们就是看病人，然后每个病人新的病人只要1个小时的时间，回诊的病人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我诊所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可以 identify myself with the design，所以就是好像就是我的诊所这样，然后可以代表我的思想、我的 idea， 然后我的 vision。如果是讲到人情味差异，在台湾的感觉就是 very friendly， 这边人会比较冷静一点，然后没有那么 welcome， 就是第一面见面。可是如果你们认识他们之后，他们也是 very friendly。小时候的话，每次从台湾要回来的话，心里会有一点伤心，然后有一点遗憾啊。可是现在 OK 了，现在因为长大，然后自己的朋友圈，然后知道就是已经进入这里的社会了，所以就变成也是 second home。頭多將在泰雅希都一個診所老啊，哈，我們看到非常特別的地方，而且這樣其實有在醫院當主治醫師，然後又同時開一個診所，有個想法會用來嘅，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已經夠忙了吧？為什麼會想自己再開一個？而且在台灣其實通常會離開醫院再去開診所。奧地利是，如果你是就是你在醫院上班，然後你也可以開個診所。然後我們在醫院現在門診，要掛號的話，至少要等6個月。所以才能掛到我們的就是你們的科要6個月。天哪！很多病人，所以我們那時候在想辦法說，怎麼樣去讓病人也有這個機會，就是比較掛比較早一點，那我們就決定說開診所。所以這真的是需求太多了。需求很多。可是你時間就只有這樣。對，我時間就是這樣子。而且
奥地利像你这样医生不多吧，对不对？可以去处理淋巴结重建。不多。那难怪就要等半年。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照片，有一个跟一个各位等着呢，等一下个老先生。这位是你的老师？这是我的老师。什么时期的？那时候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第1年，他就跑来告诉我，问我说，因为我的 last name 是周嘛，然后他们讲不出，就是没有办法发音周，他说讲醋。那如果正确的，你就会讲周，你会讲周。那怎么拼？德文怎么拼？TZOU。他是这样。那他们讲不出来。醋，他们讲不出来的样子。然后就说醋，你要不要学显微外科？那我说好啊，然后你就一口就答应。我说好啊，然后他说好，那你就叫我带那个鸡腿。叫我明天带鸡腿，我说我买一块鸡腿，就是有腿，就是脚跟腿的，然后就第2天就带我去开刀房，然后显微镜，然后就叫我 microsurgery， 就是显微外科，就是在 microscope 里面动手术叫 microsurgery。他为什么会问你？我不知道，我这个问题我还没有问过他。因为他应该不是问很多学生吧？应该没有，他没有问过很多学生。像你给。他只问我，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还问过，有机会我要问他。那你也没有想太多？我没有。你问如果我可以学我就学，当然。刚那时候你还记得第一次解剖鸡腿的感觉吗？这是什么？蛮惊讶的，没有。我说是我要就是动手术，就是他是那个鸡腿啊，就把它剥开，然后只有血管，我们是接血管而已。就血管是1公里。是1 mm，我们就切掉，就是把它切开，就是把它切开，然后就把它用线缝这个血管。刚他剃白粥就有兴趣了。所以就从此奠定。对。那这个老师的教学方式是什么样的？你们是有点像师徒制吗？他就是我们就 develop 一个 friendship，然后像我看到 case， 我假如没有那么多经验的话，我会打电话问他，还是寄相片给他，说你会怎么样做？那我这样子做，你建议怎么样？这样去调整我的疗愈。头一开始的时间，像其实你有讲到，后来因为不但你有做颜面神经的也得手术，我做淋巴结也给你的手术，其实臀腿板过于广泛。你是后来其实从台湾把它带回来，对，把就是淋巴重建、显微重建带回来。为什么会有这个机缘？我是觉得为什么有这个机缘？因为我2010年开会的时候，我这边有我的以前的就是 boss， 他的 department department chief， 他办了会议，然后有的常跟着庄医生来维也纳开会。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蛮好奇的然后我的老师那时候就叫我说，你回去看看。那因为我在这边当医生，他们的 mentality 还是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也是蛮好奇，说想回去看看他们台湾医生是怎么样去面对病人然后他们的医疗方式。那个差别是什么？你刚刚差别我们觉得亚洲人还是比较近一点。Tell me more 比较近是什么意思？他们不会那么冲动你说病人还是医生？没有，医生这边的医生比较冲动吗？就是特别外科医生比较冲动，说不定外科医生比较冲动。冲动是对其他的医生、其他的同事，就是有时候他们动手术不满意的话，就会比较冲动一点。就会破口大骂亚洲。会有一点这样子所以我不了解所以我就觉得说，是因为他们就是外国人是这样子，就西方人是这样子，还是台湾人？台湾人当然也是有一些医生比较冲动，可是大部分都是很近，这边是比较
另外比较火爆一点，比较火爆一点。哦，所以这边真的比较像我们在那个欧美的影集、医生的影集里面看到，就是大部分的医生啊。哦，然后就我的老师，他就跟我讲说，如果你在手术碰到有问题的话，你要冷静下来。他说你要冷静，人家都知道说每个人要 focus。可是你不要爆发出来，它就刚好不一样。它还蛮符合我们对觉得比较好的那种 mentality。你要好还是不好，我不晓得，这就是比较符合我的，比较符合你的个性哦。然后回去你有感受到台湾的这个方式，有，然后也加上学了这个技术。对，可是你很厉害，你回去1年班，你就可以把这个技术整个带过来啊。有那么容易哦？不容易，因为我们这边准备了2年才动了第一台刀。所以因为这边病人淋巴腺水肿的病人，他们很多因为复健科都是帮他们做淋巴腺按摩，就是 lymph drainage， 然后 compression， 然后他们是说 lymphedema 是不能动手术的，所以我要让他们知道说动完手术会让病人更好。我就是每个月去做一个 presentation， 就很多 presentation 让他们了解。后来过了2年后，他们才就是派一个就是第一位病人给我，然后动手术。那你当初要冒出头，因为你就是其实对这边的人来说，即使你住了很久，你可能还是外地人的感觉。那在这边的医学界要冒出头，会不会很困难？我没有去想过，我只想过是要达到我的目标。某一种是不是有感觉到打压或什么？某一种，你就是我们就是不是当地人，就是如果你去做的一件事情，那 100% 你要 200%。你有先认清这件事，也要比他们好。才能有办法这样，要不然就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还是外地啊，然后我爸妈不是医生嘛，所以你都黑，你的重点不会放在对，就是我可能就是会遇到困难，你不会，你就是想，俺都黑会避免还嘎勾散嘛，嘎勾达标，那我已经有认定这个了，就不是凶案都其他对，就像你爬山要跑到山顶嘛。想办法爬到就好。山就是在那，对，就是要困难就是面对呀。过后嘅人生哲学，加多等下最咪嘅头呢，我好奇假使我像这样带一个对于特别意义嘅料理，我系嘛嘅，还真的以特别对于卢卡做带过来啊我来等下有底系嘛嘅嘢，谢谢阿茶。谢谢。我的就是 dress code，我的 behavior 不一样，因为我不是在台湾长大，所以可能世界就变成一个 global village， 就是每个地方可能就是无论你去哪里，你感觉到舒服，就是可能就是你的家。接来做客慢言来了，我哋今日嘅来宾同我讲下，野餐大都市嘅係趙啟歡醫生 John， 頭都分享過到 John 嗰神奇嘅故事嗬，加一嘅集團嘅人都愛來說對 John 來講有特別意義嘅料理，想不到吧？竟然係排骨湯，是奧地利應該沒有這樣喝，對不對？沒有，真的，而且這個是 John 你去㗎做好。我們節目是真的要吃的哦。剛才的地方他吃說那，哇，在維也納，我現在要喝台式排骨湯，很特別。剛剛來試看看，好違和啊，在這個維也納的草地，很不錯哎。所以你平常是真的會做菜的嗎？我會做菜呀。這個表情感覺蠻會做菜的哦，是喜歡做菜。會喜歡。有時候你想吃某個菜，可是如果沒有人會做的話，就自己想辦法去做。是你會看到可能外面的菜或者是食譜，你就會自己想嘗試看看的。這樣做過豆花。
这边买不到豆花，我做豆花啊，还有好特别哦。故说料理也是你有兴趣。没有。韩国从不应眼的团长其实有 Q 哈 C 压 U 单眼的 Q 哈医生，就感觉得出你是懂吃的人，喜欢去找吃的。你估亚个排骨汤，铁定不是在维也纳的故事，对不对？这个对你的重要性在哪？我外婆，我就是从1岁到6岁跟她长大，她就常常煮排骨汤给我们吃。然后所以每次会回忆小孩小时候的时间。那个时期在哪里？台湾的哪里？在虎尾。在虎尾云林。云林咩父母？跟阿婆黑汉语，你是妈妈这边是客家人，对不对？对。妈妈家婆黑汉语，那家婆是哪里的客家人？屏东，不是屏东，花莲的丰滨。哦，花莲。其实这样酸糖的是哈发，可是你只有6岁前呢。在听。刚哈都会阿婆鲁屯讲哈。都是讲客语。对，那时候都讲客语。如果现在回去，去拜访他的话，就是讲中文，然后他跟我回中文跟客家话。刚刚家婆黑用哪个教育方式？他对你的教育方式是怎么样的？你那时候对他的记忆是什么？他就像我妈妈嘛。那教育方式。他是很会孝顺那些，还是会归娘？是很疼孙子，还是会严格的那种？我觉得就是刚刚好，一半一半。如果做事情做得太过分的话，因为小孩子我觉得我当孩子真的是就是有点疯的孩子。对，常常自己有自己的 idea 出去玩啊，然后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他会叫我说这个这样不行，然后也会疼我这样。刚你读到过，爱更加多带算黑台湾人，还黑 OTV 你有遇过这种挣扎的事情吗？我到底算哪里人？如果你问我是哪里人，我还是说我是台湾人，可是住在奥地利。可是如果我回台湾，每个人都知道我不是台湾人。你说因为你的华语口音？华语口音，然后我的就是 dress code，我的 behavior 不一样因为我不是在台湾长大的。所以可能世界就变成一个 global village， 就是每个地方可能就是无论你去哪里，你感觉的舒服，就是可能就是你的家。因为我们昨天聊天也有聊到，他没有朋友，以路威他对你认同你是台湾人这件事，他蛮惊讶。对，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美国人，然后他去了美国住了15年，他上次就来维也纳来找我，然后问我，因为那时候我们去饭店吃饭，然后跑堂问我说你是哪里人，他以为我是就是不是当地人，我跟他讲我是台湾住在维也纳的人，我的朋友就很惊讶，他说你怎么不是奥地利人这样子？我说我是住这里，不是奥地利人，因为他说他本人，因为他去了美国15年，人家问他说 Where are you from？ 他就说我是美国人那我的很多朋友就是台湾的朋友住美国，如果我们见面，人家问他说 Where are you from？ 他也是说我是美国来的。对，但因为我们睇访问嗰度去我嘅行業華僑，真的是大部分人的認同還是台灣。那對我們這種沒有在國外長期待過的人，其實就會去想，跟眼影黑嘛嘅，就是那個是什麼讓我們的 bonding 那麼深，就是即使在台灣待的時期很短。我爸爸也是說，我們每個台灣就是我們每個人出國的人，就是算一個台灣的 ambassador。We are ambassador for Taiwan， 文化大使。文化大使，因为如果人家看到我们，问我们从哪里来，那问我们一举一动，人家就会有对台湾人有一个印象。爸爸以前就这样。对，爸爸以前这样说。难怪你的那个言行举止有大使的感觉。刚刚我本去甲龟都阿憋他，会平常有很多言行举止，会给自己很多压力，就是应该出去没有这种长途路推不推吧？我不能给台湾丢脸那种感觉。不会，不会。你就
做个好人就好，可以，哎，很好的，没有什么压力。哦，都会做一个我们超做一个你觉得应该要成为的人，如何诶？哈，是迄爱螺丝腿吧？哦，啊，不过你可能睇下发展啊，规划啊，鸦片也系省发风非常好的环境，那你就会在奥地利待下来了吗？你会有想过有一年要归台湾吗？我没有这样去想，我还没有计划到那么远，因为还安乐，还归后上，就看看吧。应该是会在奥地利，因为我们家庭都在这里，所以可能会在奥地利。哦，因为每年都提要出世嘛，所以open， 然后看要去哪里就都可以。刚刚还有，因为你说你会设定一个 goal 的人，刚刚你应该还有嘛个目标，你想还有什么目标啊？可能下一个目标想要做的就是射进奥运选手。可以吧？可以试试看，可以试试看。真的假的？有啊，你兄？我这就可以试，可是可能比较。你参加比赛可要这样子，可能要 invest more time 在射箭，可是我现在的没有办法 invest so much time。这样下一个目标可能我们想要，我跟我的同事想要建立一个小医院。我现在有诊所，可是我没有办法，就是想要建一个小医院。我们也是可以动手术的医院。诊所比较是咨询。对。看诊，没做手术哎。对，可以做小手术，可是我们想要做也是开一个小医院，可以做手术的。哇！然后因为现在如果病人来找我，然后我要排就是手术时间，他们要等1年多，所以我觉得有点太久了。因为淋巴水肿的病人，我们的感觉是。越早动越好，所以他们会恢复的更快。如果你等了1年、2年、3年，有些等了10年来动手术，他们有效果，可是不会像说刚刚好，就是刚刚水肿1个月，然后我们动手术的效果。因为今后的时期高诶嘛。所以这个是我的下一个目标。做ဖို့这样可以赶快实现愿望，可以照顾更多的病人。比如说刚才你百忙当中跟我们聊天。野餐还是喝到你的排骨汤，谢谢。李总刚加多加，好像有点冷掉了，有点冷掉了。而且你的排骨很豪迈，我刚刚不好意思拿起来啃。